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係8月3號星期一。今日嘅重點新聞有：大美督三鐵賽事有一名退休水警遇溺死亡。雖然大會強調開賽嗰陣環境係具備合適開賽條件，但係黃雨下繼續比賽就引發咗爭議。希悅生殖中心早前爆出嚴重事故，9個胚胎樣本入面有8個掉亂咗。消息指一名馬來西亞籍員工涉嫌出錯後企圖瞞騙，錄完口供第2日就離港潛逃。首先講下，尋日喺大埔大美督發生咗一宗三鐵賽事意外，一名60歲嘅男選手喺參與3項鐵人比賽期間懷疑遇溺失蹤，揾返送院後證實不治。消息指死者身份係一名退休水警。主辦單位香港3項鐵人總會回應話，喺尋日開賽前20分鐘，賽事總監已經同第一組參賽者講解過，當時天文台並冇懸掛黃雨警告，大美督現場亦都冇雨，海面5公里範圍內冇雷暴，海水能見度高，所以判斷當時係具備合適開賽條件。到朝早6點10分，雖然天文台掛咗黃雨，但大會指現場依然冇雨，認為仍然適合作賽，所以決定繼續比賽。根據賽事守則，如果開賽前2小時發出紅雨、黑雨或者3號強風信號，比賽就會取消；而如果比賽中途出現雷暴、紅雨或黑雨，總監可以視乎情況去延遲、改變賽程，甚至腰斬賽事。對於呢次意外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喺電台節目話，雖然事故原因仲要調查，但近日天氣反覆，建議主辦方決定係咪繼續比賽嗰陣，可以採取較保守標準，唔一定要等暴雨警告先叫停，亦要考慮埋風勢等因素。佢仲建議香港可以參考外國做法，為選手配備 GPS 追蹤器去加強安全。另外，港九拯溺員工會副理事長胡啟榮就話，比賽前除咗睇信號，亦要評估雨勢圖同埋風向，因為風速強嘅話，15分鐘內就可以由天晴變狂風暴雨。佢仲提到，如果有人喺水中病發，幾秒鐘內就會沉落水底，所以佢建議香港參考大陸同外國嘅水上比賽，要求選手喺腰間佩戴鮮色漂浮泡，咁樣可以更容易識別選手位置。雖然有人擔心會造成障礙，但佢強調安全第一，而且所有選手都要佩戴，做法係公平嘅。下一則新聞，今朝早大約10點14分，喺青衣長康邨康順樓，有住戶見到其中一個單位冒煙起火，於是即刻報案求助。消防處接報之後，迅速派員趕到現場，動用咗1條喉及1隊煙霧隊展開灌救。火勢喺大約15分鐘之後就成功被救熄。喺呢次火警之中，有超過100名居民需要緊急疏散到地面暫避，暫時確認係冇人受傷。經過消防初步調查，相信係單位入邊有雜物起火導致火災，而事發當時冇人喺單位內。涉事單位嘅外牆已經明顯被燻黑，消防員喺火熄咗之後，仍然繼續喺現場射水降溫，以防死灰復燃。轉去跟進返希悅生殖醫學中心嘅醫療事故消息。提供人工受孕服務嘅希悅生殖醫學中心今年5月送咗9個胚胎活檢樣本去中大診斷中心進行檢驗，被揭發入面竟然有8個樣本係唔屬於個案父母。希悅中心未有即時通報，一直去到6月，中大實驗室幫啲樣本做檢查嗰陣，先至揭發咗呢次樣本調亂事件。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喺6月17號收到希悅嘅通報，當時因為擔心事件有刑事成分，所以轉交衛生署報警處理。成件事嘅導火線，據了解係同一名馬來西亞籍員工有關。呢位員工喺負責抽取樣本嘅過程入邊出錯，之後仲懷疑企圖瞞騙。警方接手調查之後，發現有證據顯示呢名員工涉案，於是喺7月下旬同佢見面，仲錄咗警戒口供。但係最耐人尋味嘅係，呢名員工喺錄完口供嘅第2日就已經即時離開香港，目前返咗馬來西亞，隨後仲向僱主請辭，現時正被警方通緝。依家警方將案件列作詐騙案處理，不過初步估計，今次事件同人類胚胎販賣無關。
轉去睇下，今日區域法院就一單發生喺壁屋懲教所嘅虐待案判刑，一名2級懲教助理涉嫌用木棍捅傷一名18歲還押男士嘅肛門。案發喺2023年12月26號，當時呢名懲教助理譚力聰同幾名在囚人士喺活動室玩緊開口中遊戲，期間受害人喺後面散咗啲爽身粉落譚力聰度。遊戲結束之後，譚力聰就指示受害人去樓梯間，當時仲有4名在囚人士跟埋去。喺嗰度，譚力聰用木棍隔住內褲，多次捅入受害人嘅肛門，搞到受害人之後要送院做手術，仲要暫時使用做口袋。法官姚勳智喺判刑嘅時候指出，呢單案嘅情節非常嚴重。首被告譚力聰今年33歲，佢喺2014年入職，月入大約3萬蚊，仲有一個4歲嘅仔。辯方求情話，譚力聰係因為一時衝動、權力沖昏頭腦而犯案，佢自己都覺得辜負咗處方嘅栽培。姚官批評譚力聰身為懲教人員，竟然喺獄中犯案，仲指示其他在囚人士協助，令到受害人完全冇辦法反抗。考慮到佢認罪同埋冇暴力背景，法官形容佢係愚昧犯案，最終判佢入獄3年。至於同案嘅其他被告，有3名在囚人士，包括李子睿、何力媛同埋林成慧。法官考慮到佢哋當時係 B 仔身份，比較容易服從懲教人員嘅指示，佢哋最終被判加監4至6個月。另外有2名被告，包括已經退休嘅1級懲教助理郭兆輝，以及另一名在囚人士李宇軒，就獲判罪名不成立，當庭脫罪。其中1名被告林成慧，原本嘅刑期已經坐完，但因為呢單案被還押咗超過1年，相信好快就可以獲釋。然後睇下運輸署今日正式公布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指引，並且已經開始接受申請，預計首批考生喺今年9月中就會開始應考。呢個筆試係採用多項選擇題形式，總共有65題，分開甲、乙2個部分。甲部係的士及網約車營運，會有30條題目，內容涵蓋咗載客服務知識、地方試題同埋路線試題。至於乙部就係道路使用者守則，設有35題。合格標準方面，甲、乙2部分各自都唔可以答錯多過5題，即係話你2部分都要同時達到合格標準，先算係成個筆試合格。喺甲部方面，處方會測試考生對的士及網約車載客服務知識嘅掌握，仲有對香港地方嘅認識同埋路線規劃嘅能力。考核範圍好廣泛，包括晒港、九、新界同埋大嶼山嘅醫院、旅遊景點、酒店、購物商場等等。至於乙部，就係考你對道路交通規例同埋安全駕駛嘅認識。模擬試題問你，揸車經過水浸街道之後，應該要立即試驗剎車系統嘅性能。呢個筆試合格嘅有效期係3年，考生只要筆試合格，係無需參加任何路試嘅。不過你仲要完成埋的士或者網約車司機職前課程，並且合格，先可以申領相關嘅執照或許可證。如果你已經持有有效的士正式駕駛執照，就可以直接申領網約車車輛駕駛許可證。最後睇埋股市表現，恒指今日表現反覆向上，最終成功重上26000關口，收報26009點，升咗124點，升幅大約係0.48%。呢個係恒指2個月以嚟首次企穩喺26000點以上收市，而且已經係連續第6個交易日上升，累計升咗1046點。其他指數方面，國企指數收報8652點，升咗40點，升幅係0.46%，創咗1個月嘅新高。而科技指數表現就相對突出，收市報4875點，升咗46點，升幅近1%。雖然指數做好，但係大市成交金額就顯著縮減，全日主板成交大約2552億元，比起上個交易日大減咗超過22%。不過北水南下合計淨流入達到110億3千萬元，係超過2星期以來最多，亦都終止咗連續7日流出嘅局面。再睇睇個別股份嘅表現，
阿里巴巴發佈咗新嘅旗艦 AI 模型通2000問 3.8 Max， 股價飆升7%，報125.2毫。信義光能大升超過13.4%，成為表現最好嘅藍籌股。而表現最差嘅藍籌股係中國宏橋，跌咗超過6.4%。今日嘅幾時每日新聞報道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各位收睇，守護真相，永不放棄。我哋嘅堅守需要大家大力支持，更加需要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。聽晚再見。